亲啊，咱进一步来讲，这个高雄安甲的男朋友李中庭所做的豪邸，问题原来是1米偌。因所做的这间豪邸，100平有3间的房间，市价是5100万。李中庭讲，因是以5万块租其中的一间套房，符合行情。但是中介业者讲，这唔拿啦，租这种的套房至少嘛要10多万，而且这种3间房间的大豪邸。 无人会分做3间房间分租出去，而且嘛发现讲，因虽然是租其中的一间房间，但是是付规大间的管理费，这毋是真奇怪的。上重要的是，因的厝主除了是不动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，嘛是建设公司的董事长。议员讲，这市场甲建商的关系伤过密切，请政风处爱查。 新竹首个以1层1户为规划概念的豪宅大楼，一层一户加上独栋的建筑，新竹花建筑行情价来到5、6千万的豪邸，去互新竹市长高虹安，也有男朋友李中庭以分租套房的方式甲租落来。面对外界议论，李中庭发表声明，强调符合合理的行情，也毋过煞去互中人质疑。这种就俗称雅房，房客也不会愿意租这样的雅房的房子啊，因为厕所要跟人家共用。 屋主就比较奇怪了，为什么要把这么贵的房子把它分出成雅房？乌厝头家将厝规划做雅房来出租，网友讲这个合约技术有空啊芳。网友指出，李中庭租1/3的豪邸套房，所附一个客车的车位，敢讲这户冇配送的车位芯。另外管理费无表示金额，有网友就估计讲，干那这户管理费就来到1万块，也过顶管煞车爱租客来负担。 洪质疑竟然甘愿要付贵户的管理费芯，另外嘛无分租套房上界重要独立的电表，以及一度电费的计算，种种合约的无合理，互声明搁再一遍互外界质疑。怎么可能只用1间？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点不符合常理的。而豪宅擅自隔间当作出租套房更是荒谬，甚至有违反建筑法规的疑虑。用5万块租豪宅更是不符合回建筑的市场行情。拿出去洪质疑违规。 连租套房嘛，洪质疑只是一个借口。毕竟3房100平的大豪邸，无其他租客共用空间是一个人享受，讲法嘛引发着争议。我觉得不可思议，我在这边落叶生根了，这地方要租都很难啊。为着千万的豪邸发表声明，也不过李中庭的讲法内容恐惊是下查天轨道，颠倒者来搁较侪质疑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